父母最大嘅成功係乜嘅？那就是讓師父離開你。如果師父離開你，能夠賺一個杯，那就是你最大嘅勝利。如果師父離開你，佢冇生存能力，佢發不下去了，那你就不係一隻合格嘅父母。父母真正嘅愛，不係當一輩子嘅保護者，只係讓師父學有乘風破浪。大家同意嗎？